小姐，你那麼害怕男人騷擾你，那你為什麼不健身，不學習防身術？屠龍隨筆揭露女人系列之3。我的 line 一直是 Linson 夏沒變，新來的寶寶別搞錯了。緣起來，大家都知道，我平時是罵男權的比較多，但今天相反，來講一下過度的女權所造成的不好。正文：昨天晚上發生了一件事情，讓我覺得女人真的該尊重自己，只有自己先尊重自己，別人才會尊重你。昨天我失眠了嘛，我就在凌晨3點在路上亂走，我家在西門町附近，我就在那裡不斷走圈圈，然後我走到一個空無人煙的街道上，突然前面有個穿着暴露、穿那種像比基尼一樣的外套的女的，我當時想大便，所以就走快點，想趕快回家，結果那個穿得很露的女的就在那裡驚恐的看着我，因為我是從她後面跑出來的，她下意識的用手遮住自己的乳溝，用一臉驚恐加警戒加厭惡的眼神看我，擺出防禦又攻擊的姿態。不過當時我太想大便了，就沒管她，一路趕快跑回家。但是現在想來就很奇怪，莫不是這個女的怕我夜深人靜的去性騷擾她？因為我之前發了好幾篇揭露直男缺點的，那我現在就覺得這個素材很好，可以講女人的缺點。有些男的對女的明明沒有那種性關係的意識，但女的自己提前幻想自己是受害者，這種能量，男的也是能感受得到的，真的是太詭異了。而且最詭異的是，那個女的既然有這種想法，那為什麼還敢一個人穿比基尼在夜晚走？我知道這個言論會讓正統或者主流的那一批女權不爽，他們會說：為什麼女的不能穿的少？為什麼女的不能一個人在晚上逛街？你為什麼不去譴責那些晚上性騷擾落單女子的男人？我要來舉例子，這就像明明路上地震，新聞叫你不要開機車路過危險地帶，你偏要去，結果被土石流壓住了，你被人罵活該，你要還狡辯，是地球要地震的，我可是受害者耶，你們幹嘛要罵我這個受害者？或者你明明沒錢，還硬要貸款買名牌，別人好好勸你說，你別這樣我，到時候萬一討債的找上門怎麼辦？結果你回覆，這是窮人歧視，窮人也有貸款買名牌的自由，你為什麼不去罵那些放高利貸的富人？你能理解我說的意思嗎？這就是一般的女權的狡辯手法。如果你真的很生氣男人在晚上性騷擾女人的話，那你就應該自己先去健身，讓自己有打得過男人的本事，像我在 Instagram 的置頂影片一樣，而不是總是弱化別人來滿足你的弱小。你很弱小，那萬一你真的出事了，你要怎麼辦？到時候很多女人又只會哭，只會原諒加害者，又不敢報復，還要花錢去做療癒，又在自己洗腦自己。記住，沒有足夠的實力，還偏要去做，只會自取滅亡。不要總想着弱化別人，而是要強化自己，別人不會傻到被你弱化的。屠龍解說震撼人心，屠龍術 YouTube。